北营这边的普渡坛，盐水公庙组成的普渡坛。哦，大花灯贡品很多，盐水护庇宫啊、湖南宫啊、文殊殿、文殊宫啊等等。还有国演座。哦，车都停了很多啊。盐水武庙在对面，盐水武庙在对面，都没有注意到啊。盐水护庇宫妈祖庙，今天最后一天了，下午3点开普渡了，要到晚上9点，盐水土地庙、土地殿文殊宫。文殊贤宫啊，湖南宫，国演座，盐水护庇宫国演座，盐水护庇宫妈祖庙，明朝天启元年，1611年，天山381